歡迎大家咧，再一次咧嚟到與林醫生對話。今日咧，我請到一個，我相信係暫時嚟我 YouTube 頻道咧最年輕嘅嘉賓。咁我係一位花式溜冰嘅運動員啦，而家就除咗溜冰之外，就喺大學讀緊土木工程嘅。咁對於中三嘅我嚟講都幾挫敗嘅，即係我覺得我係吞晒落肚咯，即係你可以話係運動員係 full time，然之後讀書係 part time。我媽同我講翻，我都記得嘅，我係2個禮拜好似冇講過嘢咯，比完賽就，因為我覺得係個衝擊係幾大。